来看有一个还未成年的查某囡仔去台北市一间麦当劳做散工，煞去互主管性侵害，时间有1年才久。落尾这个囡仔心内郁卒行底路，囡仔的妈妈要求加害者和麦当劳爱回失礼，嘛爱赔偿。针对头家性骚扰皇帝的义务，劳动局嘛要求麦当劳爱伫12月27之前做出回应。 早就公道了，你换不回他。未成年查某囡仔的老母，想着查某囝去麦当劳做散工，选哪像主管侵害、妨害性自主。代志发生了，搁惊处理忧心，一个人承受压力，若得到忧郁症，搁来自尽，互时大30岁的阿母真痛心。 妹妹只要下班的时候，就把她拉到没有监视器的地方的死角，就对她性侵。妹妹为了怕说这次如果拒绝没有工作，所以也不怎么敢反抗。受害死者家属希望加害者和麦当劳拢会当出面系失礼甲精神赔偿。那受害查某囡仔进行决做会议同事讲，捌看过查某囡仔和主管按成果行出来，迄阵查某囡仔表情怪怪，甲问了后才知影事发的经过。 他又在做一样的事情，而且他很不开心，很不悦，他连带又不甘，他有被一直碰东碰西。代志发生了，麦当劳对外回应讲，今年3月接到离职员工申诉性骚扰，确定性骚扰案成立了，因为对这场霸凌无吞忍，5月就来解雇被申诉的当事人，向家属表示上沉重的哀悼甲慰问。 同时阵对外公布事件的处理过程，受害者女今年3月初3向司法机关报案性侵，同一个日25向餐厅经理反映性骚扰，餐厅经理即时回报人资部门。第二天，麦当劳做调查小组4月初9做调查访谈会议，5月初1完成调查报告，才通报劳动部。8月9日会后，士林地检署提供资料。有关员工遭主管妨碍性自主案件，市营分局受理后即积极侦办。 并今年5月移送市营地检署。士林地检署发新闻稿讲，5月下旬，警方移送本案，由当时的妇幼专组检察官依法侦办，已经分别开庭审问双方，专案各力积极侦办，雇主这场性骚扰防治义务，劳动局和12月27进行回复。 遇到的问题就是要能够及时的求助，遭遇类似的一个情形的时候，能够立即的向哪些的专业单位来求援。代志发生了后，查某囡仔老母伫社群平台向查某囝痛心讲话，讲等你转来雪等着你的尸体，互人的心规个焦喙去。干来望司法会当还查某囝你一个公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